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验牧师。5月13号进入上帝的平安，我们来读以赛亚书36章1节一直到37章的第7节。其中37章1节这样说：西西家王听见他们的报告，非常悲愤，就撕裂衣服，披上麻衣，进入上主的圣殿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就是延续着昨天的经文，一直来到了西西家王14年，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，将城攻取。于是亚述王差遣他的将军拉伯沙基到耶路撒冷来，西西家的3个大官就迎上去与亚述的使者来见面。那么犹大他为什么会面对攻击呢？也就是亚述为何要来攻击犹大呢？西西家怎么来面对这样的危机呢？在以赛亚的时代，犹大他多方的面对征战，首先就是亚兰跟以色列联手攻击耶路撒冷，如今又是亚述王的围攻，后来又有巴比伦兴起与攻击。特别是我们在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亚述的使者这样说：你说啊，有打战的计谋跟能力，我看不过是虚话呀。你到底是依靠谁才背叛我亚述啊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竟然敌人的使者是这样子对西西家来说话，因为他们非常生气西西家的背叛，而背叛只不过是表面的原因而已。他的父亲亚哈斯臣服于亚述，与亚述结盟，所以当西西家自洁不跪拜外邦神的时候，他们便来攻打耶路撒冷。这是上一代所做成环境的因素，但是环境来到了以后，西西家却没有回转归向神，反而去投靠另外的埃及，希望能够联手来对抗亚述。西西家把信仰和政治分开，他在军事上倚靠埃及，这就是他生命的破口，也成为仇敌攻击的地方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呢？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、跟我们的事业、跟我们的家庭、跟我们的婚姻、跟我们的亲子关系是可以分开的。那么我们这种自立自强、力图自强就错了，就会跟西西家一样，我们搞错了方向啊！幸好西西家回转归向神，他知道来求告神。我们看到37章，他就要来求告这位神，因为他的困难唯有主可以来帮助。他的困难越大，他越要来求告这一位可以来拯救他的主。仇敌想尽办法要灭绝他，不让他求告他的神，但是西西家最后还是求告神。幸好他求告神，因为他的这么大的问题，这么大的困难，没有人可以替他解决，没有人可以来帮助他。西西家求告神，然后神也回应他。神说，借由以赛亚说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，不要惧怕，我必惊动，使灵进入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爱我们，他要我们依靠他，然后敌人只要听到风声就跑了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当然要专心来依靠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帮助我，我的眼光不失焦，我不看别的神，唯有紧紧依靠你，因为唯有你是可以帮助我进入到主你的平安与喜乐，让我们在每一个决定中都能够是一个对的决定，荣神益人的决定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中，我们单单依靠主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
请订阅并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